家好，歡迎大家再次收睇 Felix 嘅 channel。咁 Felix 今日咧就嚟到深圳寶安嘅核心區域。咁啱啱咧就響呢個地鐵口出嚟嘅。咁而家咧就帶大家去睇一個樓盤。咁呢個樓盤咧，距離我哋嘅深圳灣口岸、羅湖口岸、福田口岸只需要25分鐘一個車程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另外，我哋周邊更有3個地鐵口交匯嘅，對於交通嚟講，大家係唔需要擔心出行嘅問題啦。仲有我哋周邊嘅一個生活配套係非常之齊全啊，因為佢隔離咧就係萬達廣場。視頻嘅最後 ，Felix 會帶大家去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參觀一下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跟住 Felix 個鏡頭一齊去片。Felix 咧而家就嚟到我哋嘅實體樓啦，大家可以睇一睇，睇下我哋嘅廚房位置。廚房嘅話咧，我哋有窗俾到大家，而且目前大家可以睇到嘅嘢，到時收樓全部都有嘅喎，可以明火嘅。480幾尺嘅樓咧，其實佢係住宅性質嚟嘅，住宅性質啊。因為咧 ，Felix 係唔推薦大家去買公寓產品嘅，因為後期一個脫手問題比較嚴重嘅。啊，攝影師可以對準我哋嘅天花影一影啦。嗱，大家可以睇到我哋目前呢個天花嘅話咧，係做咗風管機，而且做咗目前最流行嘅無主燈設計，俾到大家。啊，咁我哋後邊嘅背景牆收樓全部都係有嘅，包括我哋嘅酒櫃啦、冰箱啦，呢啲全部後期都係有嘅。OK， 可以睇下我哋嘅洗手間。我哋嘅洗手間咧，哇，做得比較驚喜喎，480幾尺做咗一個3段式分離嘅洗手間喎。有沖涼房啦，有智能馬桶啦，咁亦都有做咗一個洗手盆嘅位置俾到大家。OK， 睇下我哋第一間房先。我哋第一間房咧係做咗個榻榻米俾到大家。咁其實可以行入去睇睇，我哋呢個房間係有窗嘅，而且景觀 OK 嘅喎，唔差嘅喎。好，再睇下我哋嘅陽台，我哋嘅陽台係封好窗，做好陽台櫃，而且仲有洗衣機俾到大家。睇下我哋嘅大房先，我哋嘅大房嘅話咧，景觀係比較靚嘅，一望無際，冇遮擋嘅，而且可以做到衣櫃喎，亦都可以做到一張工作台俾到大家。咁成個戶型嘅話咧，就480幾尺，做咗2房。一個衛生間，一個廚房俾到大家。嗱，睇完啱啱我哋嘅實體樓咧 ，Felix 就帶大家嚟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啦。咁我哋萬達廣場離我哋呢個屋苑咧，只有距離1公里唔到一個路程啦。揸車大概就2-3分鐘一個時間，係非常之近嘅。而且我哋屋苑2公里範圍內咧，有呢個寶安中心醫院、寶安中醫院同埋一個寶安婦幼院嘅。全部都係3甲級嘅一個醫療俾到大家。另外，咁點解 Felix 今日會帶大家睇呢個樓盤呢？第一，佢嘅總價唔貴，總價只需要240萬就可以攞低我哋呢套2房單位，而且仲係豪裝，所有家私家電送俾大家。而且呢個區位附近嘅話呢，租屋可以租到6000蚊左右啦。咁另外呢個樓盤附近呢，仲有3個地鐵口喎，3地鐵嘅一個交匯處嚟嘅，而且仲有非常之吸引大家嘅，佢係零首期，你只需要攞幾千蚊出嚟就可以攞低呢套樓啦。
咁月供大概咧減咗租金落嚟咧，只需要3500蚊一個月啫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 ，WhatsApp Felix 了解更多嘅資訊。歡迎大家繼續收睇下一期嘅節目，再見。